歹得出好笋，五日节前后出产的麻竹笋上好食。正当时，带来根笋仔汤，也是炒肉丝，生酱笋仔，也是拍笋干，真正有影好滋味。敢若想着，就互人流喙烂。安怎栽培，才会互笋仔大枝、幼稚、白，阁无苦味。当然要靠笋农的认真整理，下肥、砍土上要紧。毋过，若要收成较济，阁道理，就要学了无长，饮了孙枝。安怎讲？一无麻竹无长，毋通留伤济。4、5丛，5、6枝，肥爱下，土就砍。笋仔囝自然满满是，鲜骨你着骨白哩，卖甲笑眯眯。学了无长，饮了孙枝。汉闽人为着要栽培好子孙，欠长内度，食去偌济苦楚，消散家己，饮了今日，才有时节出头的日子。旁边的人敢会使你干那一声，歹得出好笋，就算是。安尼学落，敢毋是有较实礼，有较轻视。歹得出好笋，五日节前后出产的麻竹笋上好食。正当时，带来根笋仔汤，也是炒肉丝，生酱笋仔，也是拍笋干，真正有影好滋味。敢若想着，就互人流喙烂。安怎栽培，才会互笋仔大枝、幼稚、白，阁无苦味。当然要靠笋农的认真整理，下肥、砍土上要紧。毋过，若要收成较济，阁道理，就要学了无长，饮了孙枝。安怎讲？一无麻竹无长，毋通留伤济。4、5丛，5、6枝，肥爱下，土就砍。笋仔囝自然满满是，鲜骨你着骨白哩，卖甲笑眯眯。学了无长，饮了孙枝。汉闽人为着要栽培好子孙，欠长内度，食去偌济苦楚，消散家己，饮了今日，才有时节出头的日子。旁边的人敢会使你干那一声，歹得出好笋，就算是。安尼学落，敢毋是有较实礼，有较轻视。